恭守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讲读的圣经章是记载伫个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到第18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18节。咱最近来读，请。若是我有只好宝贝翁，为好的天父，是咧靠着大的权能做上帝的，毋是出自阮有啦，若是阮的，虽然也无失望，拄着工作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亡。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话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因为咱听的话的达到，为着耶稣来交互伫死，互耶稣的话也会显明伫阮的死的肉体。安尼，着死的力就行伫阮。阮也行伫恁，总是阮已经有这个信的神，拄照所记载讲，我有信，所以有讲，阮也信，所以也讲。家己在乎所外，有也所搁活，搁要引进阮甲恁三家。也伫伊的面前，因为万项事拢是为着恁，要互恩典对人，哪在天，就互感谢耶和华充满，直到上帝得到荣光。所以，阮无掩饰，阮的肉体虽然败坏，但是阮的心日日换新。因为阮因的艰苦，是甲阮这上天上永远的大荣光。因为阮毋是看伫所看见的，是看伫所要看见的。所以所要看见的是暂时，所要看见的是永远。以上，这还是讲道的时间。咱今仔是请是牧师为咱分享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拥有小人保命的土气，拥有小人保命的土气。咱请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2-3礼拜咱的新眼光读经本来到这个哥林多后书伫个7月份咱已经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牧师有捌伫遮来介绍过即个哥林多伊的地理环境咱伫遮会当小来看一下。即个哥林多伊的位置是伫个希腊的南部雅典西面，因为伊有即个2个非常重要的港口，所以咧东西南北的即个货运拢会经过伊即个所在，所以伊是欧洲甲亚洲商业贸易迄个必经之地，一定爱经过所在。所以伫迄个所在伊的人口伫当时算讲很茂密真济，差不多伊嘛真做当时罗马政府真富有的城市之一伫保罗的时代。住伫即个哥林多城内底的百姓，差不多有40万外人啦。咱检察感觉讲这40万哪有算啥物？咱邦桥就比伊侪较济毋过毋通袂记这2000多年前所以迄当阵伊的百姓住伫遐的，算讲是真济。遮的百姓，徛起的百姓大部分是受即个讨棒的即个奴隶，也佫有一寡来遮做生意的即个贸易的做生意人
因为伫咧即个所在港口嘛，你入来到即个每一只船拢爱抽税金。伊个趁钱就安尼敢若真简单，嘛有真济偷金客，伫遮来到即个所在找机会，伫遮做工课，也是伫遮来做生意。即个哥林多咱头即张图搁互咱看搁较清楚伊即个图片是迄个即个哥林多伊用迄个寺庙真济来出名，因为因当时伫迄个所在，希腊罗马的神明真济，罗马神明真济，伫咧即个山顶，拢差不多即个寺庙拢伫咧山顶，伫遐来守卫，所以当时山顶是神明咧住，山骹是百姓咧住，假使若拄着战争的时阵即个山骹的百姓就紧走去你山顶，这就叫做守卫城，这就是互人安尼无法度去离咱伫即个希腊即个哥林多即个所在，伊所供奉的神明，以即个听甲水爱与美女神维纳斯，就是即位维纳斯女神，上界有名。传讲伫咧即个全盛时期即个庙内底有庙妓，庙的妓女庙妓差不多有1000外人以上，所以咧，因为伊的宗教的信仰腐败，即个城嘛用迄个无道德的城来出名。即个城讲到哥林多人若讲到哥林多话，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放纵情欲的所在，嘛用这来形容即个哥林多人生活堕落腐败。所以嘛有人安尼讲哥林多伊的富有名满天下，总是百姓的即个邪恶谎言同款臭名满天下。所以咱伫遮来知影，哥林多即个城市是即个经济真繁荣的大都会、大城市。城市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因安尼真好业，所以伫遮来尽情来享受即个物欲甲性欲。物欲甲性欲伫咧遮吃喝嫖赌遮拢是上界好的所在。虽然是安尼，总是你知影，咱人的活毋是活靠物质，毋是活靠肉体，咱是有一个心灵。所以因虽然享受迄个丰盛的物质伫遐安尼女朋友一个换一个，总是咧心灵内底却是真正的空虚，伫迄个当中找无迄个通活靠的。所以咧，当保罗第2次传到旅游的时阵，伊经过雅典，咱伫遮看到雅典，伊对雅典来到哥林多这个所在，伫遮来传扬耶稣基督是你个听的福音。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对这个哥林多人产生真大的冲击。因为哥林多人因伫迄个所在有钱就是有钱就是安怎偌好也是啥人就是要看你有钱无钱哥林多人因嘛深受着希腊罗马神学哲学、神学甲哲学的即个影响。所以这罗马这希腊罗马的神明大部分咱若去读过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你就知影因遮大部分的神明所表现出来，拢是人性中迄个黑暗，也是讲较负面迄个部分有遐个自私占卜，也是讲无啥物款的道德的观念。所以咧，当即个哥林多人因来伫遮来听到保罗伊伫遮来宣扬，讲有一个正大疼痛的上帝，伊甚至为着要来
来替人类来赎罪，甘愿来到伫即个世间，受定死伫死的价值。第三天来搁活，带互人永生的毋忘。即种听的福音，互这哥林多人感觉非常会受到迄个震动，震惊啦吼！因想要搁较来了解，哪有即款的即个上帝？哪会有即种的大无私的上帝？因为希腊罗马的神，拢是自私的，拢是安尼足残暴的，拢是足残暴的、自私的。哪有即种听的上帝来到伫即个世间，要为着人来死呢？这是因所无法度理解、无法度想象。所以呢，因真爱理解即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款的福音。所以伫使徒行传内底记载，保罗呢，伊就留伫个即个哥林多，伫即个城市有18个月，1年6个月，18个月。伫遮，并且伫遮来起造即个哥林多教会。后来呢，即个保罗因为传福音伤过成功，太真侪人要来听即个福音，结果遭受到当地犹太人的困迫，到不得已伊就离开哥林多。总是呢，伫伊的心内底，犹原非常伫遮来关心即个哥林多教会。当保罗离开了后，即间属灵迄个灵命也搁伫食灵的即个教会咧，因为伊所处的迄个环境。咱就讲迄个所在，就是咧争权夺利，大家就是要趁钱做目标，只有钱上重要。即种的，遮的哥林多教会真侪是第一代基督徒，其实伫因的内底嘛受到真侪即种世俗化的即个影响，其实是真深。所以虽然因来受到接受到即个基督教的信仰，即个听的福音伫因内底，总是咧因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因的思想观念，拢需要安怎？需要来转化。伫未转化的时，因的这就发生真大的冲突、矛盾，冲突跟矛盾所以咧即间教会内底就产生真侪的一问题。譬如咧即张咱顶界嘛有看到，伫教会内底有纷争、有激斗，信徒中间犹原抑阁有惊奸淫的代志，因为因以前拢是安尼伫做，有即个争论，甚至即个嫁娶的代志啦，独身也是讲要搁嫁啦，要娶，也是食祭偶像的面，也是查某人是毋是爱迄个用即个巾仔将头壳砍起来，以及耶稣基督即个国话减有影即款的问题伫因当中伫遮来产生。所以咧，伫因中间就有人写批伫遮来请教即个保罗遮个代志要安怎样来处理。所以保罗咧，伊就写哥林多前书，针对着遮个问题来提供伊属灵的即个意见。这就是咱即马所看的这哥林多前书。总是即张批批去了后，保罗家己嘛有亲身去一撮，总是迄个歌效无好，颠倒因中间有个人伫遮来起即个反弹，互因的关系佫产生即个紧张性甚至嘛有人开始佫咧质疑保罗即个使徒的即个官兵。到底有这官兵无？伊也毋是耶稣的伊也无看过主耶稣也无军队主伊凭什么讲使徒？这拢诚侪因的即个攻击的即个所在。所以咧，保罗伊就佫有写一张批，迄张批讲较严厉，互人忧伤的批。毋过咧，伫咱圣经内底已经目前拢找无迄张批。已经找无迄张批，来保罗用迄较严厉的话，伫遮来责备遐个毋肯悔改的人，
可惜迄张批目前已经失落。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这是其实是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第4章的批。第4章的批，第1章甲第3章拢无去啊。前书是第2章啊，这后书是这个第4章好，伫个这个第4章的这个批内底保罗伊对着这个哥林多人因讲接到迄张批了后，开始有悔改，圣神伫因当中来做工，所以受到哥林多人受到迄张严厉互人忧伤的批了后，有侪人伫遮来悔改认罪，这互保罗的心得到真大的安慰。所以咧，保罗就搁写即张后书来互即个哥林多伫遐来表达家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咧，咱伫遮看到这哥林多后书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即张批内底讲着真济保罗伊家己内心的感受，伊所经历的敢若亲像敢若是保罗伊家己的自传同款，咧讲伊家己的人生故事，所以咧，各位兄弟姊妹，咱伫遮要讲到头前未讲了，嘿是哥林多前书甲后书上解显明的即个区别，就是哥林多前书伫遮来回答，并且来指导信徒关系因伫教会的生活、教会行政、教会纪律、纪律、法律方面的问题。哥林多的后书偏重伫个保罗伊的生活方面，甲伊的生命见证。所以有的人伫遮来讲着讲那敢若亲像前书咧讲遮的代志，处理教会的代志。后书咧讲即个传教者伫个教会内底，着怎样用即个安怎伫遮来伫个用生命伫遮来牧养。所以这后书就是关系保罗伊怎样对基督的信仰所发出的即个人生价值观，以及伊怎样待人处事，伊怎样咧牧养遮的信徒，遐的生活的态度等等。所以咱就讲后书就敢若亲像保罗咧讲伊的人生的见证，伊的生命种种的这经历，敢若亲像咧讲着保罗伊的生命见证伊的这个生命的故事一样所以咱伫遮来看着讲，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咧，哥林多后书差不多是伫个主后56年到这个58年差不多可能是伫个菲律宾迄个所在伫遐来写的。今仔日咧，咱先讲读经本伊的经文有较长我甲伊切一段就好咱就今仔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到18节。通过这段经文，要互咱来思考的，就是拥有属灵宝贝的土器。保罗伫遮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宝贝藏伫个土器内底。咱伫遮看到第7节安尼讲，有即个宝贝藏伫个土的器具内底，是要来显明这么大的困难是出自上帝，不是出自咱。咱伫遮看这张图，这是英歌陶瓷博物馆的一个角落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以前的人，因拢用这个网用这个土器来装水啦、装米、装食米咧。未有银行保险箱的时阵，嘛有人将这个价值的米地契啦、金银财宝藏伫个这内底，然后藏伫个土内底。伫个裙带，即个
对1947年开始，中东这个昆兰的昆兰地区挖出这种土这种的土器啊，内底就是放这个圣经，迄个旧约的圣经，差不多旧约39本的圣经，伫咧遮的话，这个土器内底，差不多拢会当找着有，大部分拢安尼，尤其是诗篇，足济，这就是伫咧耶稣以前的时代。有一寡爱色尼人住伫这困难的所在，因着用抄写圣经做因一生的这个职业，抄写了后，将这个圣经藏伫这王柜内底，王内底啊，伫遐保留真久长的时间，因为当地足迄落干燥，所以有法度来保存这种的米。来，咱看这就是迄个以色列的这个这个博物馆内底所藏的，就是昆兰的一寡对迄个昆兰地区西海沿海所挖出来遮的古建，拢伫咧这个所在。所以咱伫遮看讲，对古早到现今，这个迄个土的器具。一直拢是保存的一种的米，所以咱伫遮保罗用这个观念，无管是现今还是以前，因其实拢会当理解。安尼，这个重要是这个土的器，还是放伫个土器内底的保密咧。重要的是迄个土器，是迄个土的器具，还是放伫内底的米。当然是放伫内底的米啊！咱古早捌有一个笑话咧讲着有人买一个足水的即个鸭肉，内底是一个玉，伊咧玉足宝贵玉，甲迄个玉等现实来收迄个鸭肉，人就笑伊安尼足戆的，足戆。所以其实重要是放伫个即个土的器具内底，迄个米。是较重要所以保罗用这个譬如伫遮来讲咱人就是哪亲像，咱人是哪亲像这土的器具，因为上帝用土伫遮来做人，做人咱的内底就是一个器皿，咱这个器皿是要来得上帝的圣性，所以撒迦利亚书伊安尼讲。伊讲着啥？上帝创造天是为了地，上帝创造地是为了咱，为了人。上帝创造人是为了人内底有上帝神。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伊的神放伫咱人的这个内底。所以咧，一开始咱人就有这个宝贝。就是上帝神是伫咧咱的内底，上帝神若离开咱，人就变做一个死人。有时咱讲一个人若无灵、无魂、无体，那干那啥，稻草人一样。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土的器具是安那？是逼真，这个土是逼真，是真软弱，破一个就安怎？破去啊，就破去啊，总是咧这嘛亲像咱人的肉体一样，咱人的肉体嘛是真逼真，嘛是真脆弱。一只蠓甲你叮着，你若得着登革热，迄会要人命的，迄是会死的呢。登革热，你看咱人连一只蠓捡安尼，你就害啊！总是咧，咱伫遮。你看上帝神放伫即个咱即个做土气的人内底，也阁有啥？耶稣基督为咱定死的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伊安怎嘛伫咧咱的即个内底，嘛伫咧咱的内底所以咱伫遮看着讲保罗伊伫遮讲着，上帝将即个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即个宝贝。放伫咱这软正的土的器具内底，目的就是要
借着即个土的器具来显现出迄个宝贝是何等奇妙大关联。咱的性命虽然真软弱，总是兄弟姊妹，上帝甲咱伫地，咱就变成做光强壮大，光强壮大。感谢上帝，咱器皿虽然即个土的器皿虽然软弱，虽然卑微，上帝欢喜来使用咱，要互咱的即个卑微的器皿，伫伊的内底变成做荣耀尊贵，阁有迄个价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这一生来互上帝来使用，咱就会当成做一个对上帝荣耀的迄个器皿，来成就荣耀上帝的作为。所以一个愿意互上帝来使用的器皿，伊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款的变化？上帝甲伊三角地地的生命是会发生什么代志呢？保罗伫遮接续来讲即个4项的组合，互咱看。伊讲啥？咱会安怎四面受着对着，却无互围困掉的。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会感觉讲有时伫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哪敢若恐安尼围困，行东走西拢走无路，走无路，四面受的，总是咧一个有主有上帝的灵伫伊的内底，伊感觉无受困掉。亲像保罗虽然受关伫个监狱内底，却会当伫个监狱内底大声唱歌学乐上帝。兄弟姊妹，环境会甲你困苦，会甲你困掉的吗？无法度甲你困掉，会困掉的是你家己的心。所以咱常讲，山若无来，山若无来，山不来救我，我们就去救山。咱就去到山遐，路若袂转，咱人就转。人若无爱转，你的心转，你的念头转，你规个观念就会改变。而且来讲着，心内底做难，就是为难，常常有感觉真济困迫你的代志，互你真担忧，总是安那无底到失望，无底到失望，你永远有仰望啦，上帝甲你三角地底，拄着即个困迫，袂互放散。咱人真惊受放散，是吧？哎哟，被抛弃了，哇，可怜啊！总是伫遮，咱伫主的内底，咱是永远袂受放散。咱有一个倚靠，上主就是咱的倚靠。安那向讲道，却安那无底到死亡。若毋是上帝要处理的生命，无人有法度。所以咱伫遮看到讲这4个即个对照。会当看到一个保罗真实伊的人生的见证，就是安尼。伊为着要来完成上帝所托付伊的这个使命，付上真大的代价，才会经历济敢若甲死亡交锋而过，差一点啊，就要拗住啊！总是咧，却奇迹式的心量同款，对死亡中间搁互诱出来。所以伫个哥林多后书啊，第11章这段经文内底，是保罗伫遮来详细来算数。哇！伊为着传福音，拄着的什么款的苦难？咱伫遮看着讲互犹太人鞭拍5届，每一届40届减一届，因为犹太人认为讲一个人受鞭拍40届40鞭40个鞭就已经会当承担的几点，所以减一届，互你阁有一口气通活。伊安尼互拍过5届，去互棍讲3届，互石头甲顶一届，拄着船海去3届，一暝一夜伫个深海内底，踮啊游来游去。伫遮行远路啦，拄着遮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当中。就是同款犹太人来困迫伊，兄弟姊妹，你伫遮看保罗伫遮所讲的遮个代志，遮个艰难，若有一两届伫你的心上，请问你挡会条袂？你有法度来忍受偌济？兄弟姊妹，咱
咱伫人生的当中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毋是咱会当控制。你无法度控制即个环境。哇！我今仔较听着讲，以色列国去飞弹踮遐咧讲啊，吼，什么人当时要来攻伊，伊嘛毋知。咱当时会拄着什么代志，其实咱嘛毋知啊，吼。所以咱伫遮看着讲啊，吼，环境这代志，毋是咱会当来控制，总是咱会当控制着啥？咱的心会当倚靠上帝稳定。咱家己，咱的心，咱会当控制是咱的心，咱家己有法度啊，来倚靠上帝稳定甲开力，互灾的艰难变成做稳定甲祝福。这是上帝互听伊的人上界宝贵应允。所以咧啊，我即阵嘛定咧爱甲咱讲啊，吼啊，咱人一定爱会晓啊，守家己的界线，吼，你的位置伫什么所在？因为这个世间敢若三项事啦，一项就是上帝的代志，上帝的代志是你管袂着的，吼，你搁较烦恼嘛无法度的代志，迄是属伫上帝要甲你瞧啊，歹甲你瞧。搁一个是别人的代志，别人的代志你嘛无法度管。吼，我若要叫阮囝今仔日8点就开始叫伊起来啊！吼，叫甲共款40分较落来。吼，哇，你嘛是叫袂叮当。搁一项代志啥？你家己的代志。吼，你家己的代志，你有法度去讲我几点就要起来，我几点就要来做什么代志。所以咱会当控制是啥物？咱会当控制上帝的代志吗？你想要做上帝吗？你有法度控制上帝所的代志嘛？无法度，吼，咱嘛无法度控制别人爱咱，要甲咱安怎样？咱唯一会当控制是咱家己，咱家己安怎专心倚靠上帝。拄着艰难，拄着困苦，毋知要怎样的时，来到上帝面前，你只有安静听候，这是你唯一会当做的。哦，毋通互代志哪母哪大，安尼就毋好啊！吼，毋好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着讲啊，即个保罗伊安尼经过人生遮尔济的即个风景，总是以倚靠上帝来行过遮的艰难。所以兄弟姊妹，请问伫你的生命中，你认为你上界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阵？是什么时阵？你若亲像行伫死荫的山谷，你四面咧看无路，迄个时你的心足着急的，你会感觉足绝望。是什么时阵？伫你的人生的过程的当中，我所相信，无一个人毋捌拄着过生命中的艰难。总是咱来想看保罗，伊经过遮尔济艰难，伊拢有法度。伊拢有法度、有信心、有勇气行过去，你嘛会使。撇步是啥物？学伊倚靠上帝，所以毋是倚靠咱即个土的器具、软只的软弱的，是要倚靠迄个宝贝伫咱内底的即个宝贝。上帝一定要会甲你开一条路，所以兄弟姊妹，四面看无路，你着夜目望天，上帝来帮助你。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讲，即个灰的宝贝灰的器具内底有上灵的宝贝，就是主耶稣4个月的大官灵伫咱的内底。所以咱伫遮看到这段经文，即个哥林多后书伫遮讲到，伊的心上定定带着耶稣的死。互耶稣的话伫咱的心中显明。所以兄弟姊妹，伫这段经文的内底，你看到保罗连续讲几啊届死甲生，死甲生各位，死甲死，死甲生，这是咱人生上界大的这个奥妙啊！这超过咱人的头壳所会当理解。总是咧，咱对大自然、动物、植物因短短的生命，会当帮助咱看甲更较清楚。
人生一个上界大的奥妙，超过咱头壳所会想的，就是要借着死来得到生命，借着死来得到生命。譬如讲，毛毛虫，伊要怎样来变成做一个水的蝴蝶？是爱通过哪亲像死共款的，所以咧，当即个蝴蝶啊，伊得要脱茧要出来的时阵，如果你你伫边仔看，足毋甘的，我来拿一支刀小小的剪刀来帮助即只安尼来互伊较紧脱出去，迄个变成做蝴蝶。我甲你讲。一只蝴蝶出来无几分钟就死翘翘，伊必须爱通过亲像死一样的挣扎，伊才有法度得到顶头生，成做一只这么水的蝴蝶。咱伫遮佫看到这个老母的生产，嘛是同款。老母是爱拼着家己的性命，才有法度将一个婴仔伫遮来生出来。所以台湾俗语讲啥？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就是啥？死地帮，是用生命来生囡仔。所以为什么老母对这个囡仔的疼是超过老爸？因为迄是老母用生命拼出来，互这个囡仔得到活。咱搁伫遮看耶稣讲即句话，讲啥？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内底来死，犹原是一粒。总是当伊死头爱死头，就有法度结出济粒粒来。所以兄弟姊妹，你对大自然内底，你伫遮有看见生甲死即种的奥妙、何等的奇妙。今仔日咱人嘛是同款，主耶稣通过伊的死，互咱来得到永远活的永生。今仔日，咱嘛是爱通过，咱甘愿伫主耶稣内底来死，你才有法度互上帝来使用，真做荣耀的器皿啊！所以咱伫遮看到保罗是安尼，咱看到马盖牧师嘛是安尼，来到台湾，放弃伊加拿大遐尼好的生活，来到咱这鸟不生蛋。咱迄当阵，台湾人是男无情，女无义，系即种的所在。马盖牧师愿意来，将福音的真旨压伫咱这土地，互咱台湾人会当看起上生的毋茫，生的盼望，生之盼望。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一生是有上帝通通倚靠。你毋是孤单一个人，你毋是受放杀的，无人会放杀你。主耶稣伫遐，所以你倚靠伊就会当徛得在。兄弟姊妹，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圣经中的伟人，拢是因为愿意甲交托上帝来使用。伊就真做会当得上帝荣耀的即个宝贝的即个器皿。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犹原在憔悴，迄个会当得伊的荣耀，迄个宝贵的即个器皿。请问你愿意将主耶稣即个宝贝放伫你的内底吗？虽然要改变是真困难。总是你若愿意改变，这个往好的，往咱的上帝来改变，这是有价值的，是有价值的。一个格外生命的原则，就是通过死来得到新的生命。死的捆绑，伫这款的人，伊就无有关联，因为。这个人，伊的心上有一个比死更较有权力的物，就是上帝主耶稣格外新的生命。兄弟姊妹，你若毋惊死人生无啥物无可能的啦。有这种突破死亡的信心，你的生命必
定会结出济济的业力来。所以保罗伫遮继续安尼讲，咱有即个信心，亲像圣经所讲，我因为信，所以安尼讲话。伊讲，阮也信，阮也信，所以阮也讲话。伫遮保罗所引的这段是诗篇116篇第10节，伫遮所讲，我因为信，所以安尼讲话，我受到极大的困苦。诗人伊伫个危险、伫个困难的当中，伊相信上帝必定会拯救伊的性命。伊嘛确信家己要徛伫个上帝面前，行活人的路。所以保罗借着即个诗篇，伫遮来表明，伊嘛亲像即个诗人一样，伊要凭着信心来讲话。兄弟姊妹，信心介重要。咱的信心若摇动，你就徛袂在。伫凭着信心要来讲什么话咧？就是上帝怎样叫主耶稣来搁活。保罗确信，上帝嘛必定要叫遐个接受即个福音的人，同款甲主耶稣来搁活。即个宣告是伊伫个基督的信仰内底，对即个搁活的信心。兄弟姊妹，咱若知主要叫咱搁一届搁活，伫个世间你拄着的艰难，就算死亡，你嘛无惊，因为你知，你凭信心要安尼讲话，上帝要同款叫我搁一届搁活。兄弟姊妹，请问你有听见信心的讲话吗？你有听到信心在说话吗？咱伫要凭着信心讲话，你就爱先伫你的内底有看见，你的心内底有看见，有听见，信心咧甲你讲话。你看见什么咧？你听见什么咧？就是看见、听见上帝的应允。上帝伫圣经内底所讲的每一句的应允，拢是信实可靠，拢是信实可靠。咱看见伫士师记内底，迄个即个基甸，大家记哩基甸，士师记内底的基甸。当上帝呼召伊出来，即个带领以色列人的时阵，基甸伊迄个时代受到对敌的困逼非常的厉害，因连拍即个马啊，拢爱秘伫个地下室，你可见伊所惊的迄个惊吓怎样来伫伊的心中？上帝呼召伊，伊讲我是什么款的人？我这种人，我要怎样来去带人来去攻打这对敌？敌人是这么济，佮这么勇猛，我是什么？我哪有法度来做？总是咧，上帝呼召伊讲，你就是大能的勇士啊！兄弟姊妹，你是大能的勇士，是上帝已经把伊的宝贝放伫你的内底，唔通甲家己变做软正的人。基督徒爱勇敢，拄着困难，你有上帝通靠，你爱抓条这个应允。这个基甸伊也阁无法度相信。再三来应验迄个羊毛放伫个大水，放伫个有迄个露水，到底安怎？哇！上帝拢照伊所要爱的。所以咱伫遮看到，当伊得到应证了后，伊就勇敢得到大胜利。所以兄弟姊妹，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属灵的原则就是信心产生见证，信心产生见证。你有迄个信心，你的生命故事就无共款咯。这也是咱基督徒事工会当得胜的秘诀。有一句话讲，你无法度超过你的这个思想，你的想法到倒位，你就行哪样做到倒位。所以咱伫遮看讲，你有偌济信心，你才有法度做偌济的事工。
咱看以色列人，因伫个分条火条会带领的下面，上帝逐工互因玛纳食，互因伫旷野有水通啉，总是因对进入迦南地的即个信心，老年甲密迄个地信心无够，上帝就只好互因伫旷野洗40年啊！这40年是咧创啥物？就是磨练互因的信心会大汉。兄弟姊妹，咱的信心是有法度大汉的，哪亲像咧饲囡仔共款。当你信主哪久的时阵，你的信心就爱一米一寸大，毋通拢一直停留伫个抑搁咧初信迄个时啦。安尼就伤过可惜，是旷野漂流40年。那就安尼咧，那就安尼咧。所以兄弟姊妹，你对家己你的人生所会当做的这个代志，你有偌济的信心咧？你会当开始来思算、来点算。上帝伫你的生命，要予你偌济的稳定，予你偌济的信仰，但你抑搁会记哩也袂。所以求主帮助咱，每一天。咱就爱凭着对上帝遐来，毋是靠家己哦，是对上帝遐来信心。你爱对家己讲话，用信心对你家己讲话。当你拄着困难时，你就凭着信心，将上帝话一句一句讲互家己听，直到你的信心得到充满为止。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每一天。对你每一天的劳苦中，你拢爱学习到新的功课。这个代志，你所经验的每一项代志，无管好的歹的，就拢要编织入你人生的生命故事内底。到有一天，你爱去见上帝时，我甲咱讲，圣经甲咱讲啥？天使甲世人拢要传讲你的故事。你有啥物故事通互人讲咧？你有啥物款的故事？你有啥物信心的故事？所以兄弟姊妹，人咧看你的信心，上帝嘛咧看，天使嘛咧看，对敌嘛咧看你有啥物款的信心？你是讲真诶，讲假？所以兄弟姊妹，你兼凭着信心来讲话啊！来16到18节。这段经文非常宝贝啊！牧师家己嘛足爱这段经文。伊讲啥？讲咱无惊吓，无累志，无惊吓。咱的外体虽然会渐渐衰败，当然是安尼啊。我今仔日我60几岁甲50岁的时就差介济安尼。肉体会衰败，总是咧内心一天赢过一天。我讲话开来，敢有比10年前搁较衰烂？我会讲哪大声？实在嘛袂使安尼啦。阮这拢讲，我拢用脑后伤过大声，爱我较讲较轻的、较慢的。所以伫遮讲啥？咱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是要为着咱成就迄个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所顾念的，毋是咱目睭目睛会看，是安怎？迄个也袂当看见的。所以咱伫遮看到保罗搁一摆讲到，伊伫人生所拄着遐尼济的艰难，总是并无甲伊讲倒。因为伊看见将来的上帝国的荣耀，所以我提这张图讲啥？不是老去，而是与主更靠近。来，我们一起念一次，预备，来！不是老去，而是与主更靠近。甲主哪来哪活过？兄弟姊妹，这牧师嘛是真爱一句话，就是今生定永恒。咱的时间受到这个短暂的苦楚，咱一生伫世间，你通活互你食饱哩，可能咱
真少人有法度食饱哩啊！吼，我看咱阿快这毋知有法度食饱哩哦。哦，咱若是会用8、90岁，就真正感谢上帝啊！伫咱短短即个时间内底，你将来伫上帝国的国度，你的位置是倒落，位置伫咧倒落。你伫世间人的眼中，你是怎样的人？伫上帝眼中，伫天使眼中，你阁是怎样？你要留什么款的故事，互你的下一代来传扬？你要留什么款的故事？所以兄弟姊妹，咱若伫时间内底，所会拄着即个第一站的苦楚，是要换永生迄个荣耀。就哪敢若亲像你咧欠退休金共款啦，啊，你即马较辛苦一下，退休了，吼，你就知影你的辛苦是真有价值。好，在上帝路，虽然袂讲天色常蓝，嘛袂花香残漫，定定拢是足好足好的，吼总是咧，好在主的结局，却就是安那极淡无比。永远的荣耀，求上帝帮助咱。你爱真做一个有属灵宝贝伫你内底的土的器具。哦，你敢若是一个土的器具，就无效。吼，扑一就害去。总是你内底有上帝的宝贝，藏伫你内底。主耶稣死搁活大权能伫你内底。你拄着代志，你就安尼。透落去，你就弹起来，弹起来，弹起来，互你安那搁进步。每一届挫折，拍开你人生的境界，互你哪来哪安那无共款，活出生命的光彩。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爱会记哩，咱这个卑微的土气，是要来得上帝的荣耀。要来得上帝荣耀，愿咱一生会当成做一个荣耀器皿，这种水的人生。三甲来祈祷，主啊，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成做阮这个软只未砍伫土的器具的内底的宝贝。无管伫什么款的环境的当中，无管伫什么款的时阵，阮拢是属伫主你的人。主啊，除你以外，阮无外靠。阮要成做迄个充满德性的荣耀，因为主你应允阮。阮虽然会拄着四面受着对敌，却无互伊围困住。阮内底有时有重担，有时有艰苦，总是阮袂失望。阮虽然有拄着困迫，有时阮会拄着济才会别人对阮的侮辱。总是阮是无受放杀的，主你甲阮藏伫你的心怀中，阮受讲倒，却也无至到死亡，因为阮的生命在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将目睭注神伫主耶稣的身上，将你当作阮生命中唯一的至宝，活出主你的荣光。光照人的生命，这也是阮生活甲服侍的命定，阮对你领受的使命，以及阮永远的价值。满心感谢主，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